蜜雪冰城尖沙咀彌敦道分店同元朗店相繼結業，昔日熱鬧景象不再，坊間議論紛紛。有人歸因於市場水土不服、租金高企、港人消費習慣不同，但更多分析認為背後有戰略考量。到底係咩戰略考量呢？今集就為大家揭曉。節目嘅另一個話題同港股有關，冇人會諗到18年後肥姐線竟然變成今日令香港股民集體破防嘅圖騰。有網民講得好直接話，全香港恒指最老實，18年都冇變過。咁點解恒指如此老實，18年後還原基本步呢？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頭條，我係心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節目。我哋周二至周六都有更新，同大家多角度分析城中熱門話題。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最新嘅影片，而你又未訂閱嘅話，就記得即刻撳埋個訂閱掣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請俾個 like、留言、開心 share 埋出去啦！我哋呢個新頻道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多謝大家！事不宜遲，而家就去第一條新聞。沈殿霞肥姐離開我哋已經18年，當年喺紅館，萬人齊聲合唱，全場一片唏噓，送別一代開心果。但估唔到18年後，香港人懷念肥姐，竟然唔係佢圓碌碌嘅笑臉，而係一幅電視台嘅經典蝦碌畫面——電話訪問沈殿霞。本來電話訪問沈殿霞係冇問題，但問題係嗰日新聞台正喺度報導藝人沈殿霞病逝嘅消息，結果因為技術或者編排出錯，畫面竟然一度打出電話訪問沈殿霞幾個字，旁邊仲配埋個電話聽筒圖案。呢個畫面後嚟成為香港網絡文化其中一個最經典嘅迷因。當年大家都只係當個笑話咁睇，點知多年之後，肥姐線竟然變成今日令香港股民集體破防嘅圖騰。原因好簡單，因為2008年2月肥姐離世嗰日，恒生指數報24,207點。18年後嘅今日，大市再次失守呢一個關口，恒指兜咗一個大圈，結果又翻原點。就好似希臘神話入面嘅西西弗斯拼命將塊巨石推上山，最後都係碌翻落山谷。分別只係西西弗斯起碼仲有力再推一次，但香港股市似乎連唞口氣嘅力都開始耗盡。有網民講得好直接，全香港恒指最老實，18年都冇變過，所有嘢都加價至少50%至1倍，得恒指仲企喺原地。講完呢個黑色幽默笑話，我哋不如認真睇下今日嘅情況。根據最新市況，恒生指數今個星期正式跌穿24,000點水平，6月19日收市報23,900幾點，比起18年前肥姐離世當日嘅24,207點仲要低。換句話講，香港股市用咗18年時間，唔單止冇突破向上，甚至連當年嗰個雙緊基準線都守唔住。而呢一個現象背後，其實有幾個結構性原因值得拆解，而唔係單純當笑話睇。首先係美國聯儲局嘅取態出現轉變，就喺今個星期，美聯儲議息會議雖然維持利率不變，但更重要嘅係市場對年內減息嘅預期已經逐步轉向，甚至開始擔心會唔會再加息。呢個信號對港股同新興市場嚟講絕對唔係好消息，資金成本上升，風險資產自然失去吸引力。第二係資金流向長期背馳，有分析指出，今年以嚟港股表現持續落後，同全球主要股市嘅升勢形成鮮明對比。國際資金繼續追捧美股，資金不斷流向美國市場。香港作為昔日東方之珠，對資本嘅吸引力明顯下降。呢個其實就係所謂東升西降最大嘅黑色幽默。講咗咁多年東升西降，結果全球主要股市一路向上衝，連車尾燈都睇唔到，偏偏香港跌得最金最傷。第三，亦都係最根本嘅問題，香港經濟本身嘅結構性困局，根本冇因為指數短暫反彈而得到真正改善。市民收入增長停滯，商業地產空置率高企，零售同旅遊業復甦參差不齊，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存在嘅問題，唔係一句金融體系穩健或者基本面良好就可以輕輕帶過。講到官方嘅回應方式，又不得不提一個經典場面，每逢股市下跌，標準答案永遠都係4個字：外圍因素。美國加息就怪美國，地緣政治緊張就怪地緣政治，資金流走就怪國際大鱷。但問題係20年時間過去，恒指就依然喺原地兜圈，政府嘅施政手法更加充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味道。樓市唔掂就全面撤辣，股市弱勢就推出托市措施，經濟不景就搞城市經濟，煙花放一輪，巡遊搞一場。以為靠維港夜空幾聲巨響就掩蓋因為國安法實施以嚟俾香港帶嚟嘅深層問題。
蜜雪冰城呢間以平價茶飲聞名嘅大陸連鎖品牌，近年積極南下香港開店，曾經喺旺角揭起人龍熱潮。但最近尖沙咀彌敦道梁氏大廈地下分店同埋元朗店相繼結業，店鋪設備冚上黑布，招牌拆除，昔日熱鬧景象不再。呢個並非孤例，疫情後大陸餐飲品牌如雨後春筍般湧入香港旺區，開設逾100間分店，但短短數月至1年內，多間例如檸檬檬手打香水檸檬茶、蘿蔔向南湘菜、咕嚕丸子屋小食店、西塔老太太烤肉等就提早退租結業，坊間議論紛紛，有人歸因於市場水土不服、租金高企、港人消費習慣不同，但更多分析指向一個敏感但就現實嘅思路。呢啲插旗行動可能係喺大陸日益嚴厲嘅外匯管制下，一種將資本調往境外嘅走資途徑。自2023年中港全面通關後，大陸餐飲品牌大舉進軍香港。有報告顯示，2026年前4個月進駐香港零售市場嘅品牌，其中超過2成嚟自大陸。2025年全年就有3成，唔計零售等其他行業，單係餐飲業。2023至2025年期間，有超過30至60個大陸品牌來港開設超過150間分店，涵蓋餐飲、火鍋、川菜、湘菜、燒烤等類別。熱門選址包括油尖旺、銅鑼灣、尖沙咀等旺區，蜜雪冰城就係典型例子。2023年底喺旺角開首店，以9蚊凍檸檬水等超平價策略吸引人流，之後迅速擴張至銅鑼灣、尖沙咀、沙田等地，但好景不長，石門、尖沙咀同元朗分店先後結業，有加盟店主甚至轉行保險業。類似情況比比皆是，檸檬檬手打香水檸檬茶，2023年6月以月租7萬蚊開旺角恒隆大廈地下6號鋪，面積大約300平方尺，租約簽訂至2025年4月，短短半年後退租，叫價5萬蚊揾人頂手，之後正式結束旺角分店業務。蘿蔔向南湘菜2023年底以月租25萬租旺角登打士廣場逾1700尺鋪位，原租至2026年數月後提早退租。咕嚕丸子屋廣州老字號喺油麻地彌敦道開店數月後結業，連生財工具一併頂租。仲有西塔老太太烤肉等部分欠租或者快速退場。整體趨勢，2025年上半年香港餐飲近300間鋪結業，餐飲佔7成。本地老字號例如大班、海皇粥店大退場，同時中資品牌就持續擴張，譬如遇見小麵，2024年進駐後快速擴至17間，呢種一窩蜂南下、一窩蜂結業嘅矛盾現象，引發外界質疑。唔少分析從商業角度解釋，香港營商環境同大陸迥異，高成本壓力，香港租金、人工、食材成本遠高於大陸。檸檬檬公開表示，香港店月租同埋人力開支係大陸嘅5至20倍，難以維持平靚正模式。又譬如酸菜魚雙人餐喺大陸大約100蚊人民幣一份，嚟港可能需要數百港元先至回本。消費習慣差異，港人貪新鮮試一次，但新鮮感唔係日常必須，難以形成持久需求。有專家指，大陸品牌一窩蜂開店，市場無法迅速吸納，熱潮過後就淘汰。港人北上消費熱潮亦都分流本地客源。此外，部分品牌選址旺丁唔旺財，或者忽略本地口味偏好。業界人士指，大陸企業初嚟港需交學費，對香港法規、消費者偏好了解不足，呢啲因素確實存在，但難以完全解釋點解多間店開業未滿半年甚至數月就退租，且往往需要賠償租金、裝修損失。專欄作家高天佑曾經喺信報指出，正常生意人唔會輕易燒錢到咁，背後或者有戰略考量，譬如走資。喺大陸外匯管制日益嚴格嘅背景下，中國個人每年外匯額度只有5萬美元，仲要提供合理理由，譬如幫外國讀書嘅仔女交學費等等，否則分分鐘被拒。企業資金出境同樣要接受嚴格審批。一間民企即使生意興隆，賺到數以億元計財富，亦都唔容易將錢調到境外。但透過香港設立據點，擴張業務，可以名正言順將資金轉移。換言之，嚟港開店係合法嘅走資渠道，同時因為本港租金、人工、裝修費等成本高昂，一間國際品牌若果想嚟港大展拳腳，準備數千萬至數億元資金彈藥亦都好合理，容易獲得國家外管局批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可以輕易轉化為外幣，或者進一步流向海外。當然，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做生意有賺有蝕。
例如可能市場需求預測有誤，又或者裝修費意外超支，導致經營狀況不似預期，屆時自然需要調整戰略，包括刪咗一啲門店，因此就出現一窩蜂南下、一窩蜂結業嘅矛盾現象。即使開店數月後就結業，但資金已經成功轉移到海外，走資嘅目的已經達成。大陸連鎖品牌南下香港開店之餘，更進一步透過香港上市募集巨額資金，呢個過程唔單止為業務擴張提供彈藥，仲被部分分析視為資本從大陸走出去嘅合法高效渠道。以蜜雪冰城為例，截至2024至2025年，喺海外已經進軍越南、印尼、星馬泰等11個國家。2025年前9個月淨利潤大約34.9億元人民幣，全年估計逾46億元，屬茶飲界拼多多。2025年蜜雪冰城在港上市，全球發售大約1705.99萬股，每股招股價202.5港元，總募集金額大約34.55億港元。根據招股書同後續公告，募集資金主要用於大約66%提升端到端供應鏈廣度同深度，包括原料採購、物流、生產基地擴張；大約12%品牌同 IP 建設推廣，加強雪皇形象、海外宣傳；大約12%加強業務數字化同智能化 App 數據系統加盟管理；大約10%營運資金同一般企業用途，包括香港及海外市場拓展。呢啲用途表面上睇看似係正常嘅跨國業務擴張，但喺市場走資嘅視覺睇，其實係內地企業合法將人民幣資產轉化為境外貨幣嘅完美跳板。喺香港冇得港元之後，資金就可以名正言順咁喺香港或者海外配置，甚至名正言順咁流向國際市場，繞過咗內地傳統嘅外匯出境限制。蜜雪冰城唔係孤例，部分大陸餐飲或者消費品牌亦都選擇來港融資，預計整體趨勢係更多大陸新消費品牌視香港為出海跳板同融資中心，一窩蜂南下、一窩蜂結業嘅現象會成為日常。當然，呢啲現象離唔開一個宏觀背景，中國經濟放緩、房地產危機、資本管制加強，先至令到走資潮越演越烈。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資本外流創紀錄，高達數千億美元。香港人民幣存款曾經攀升至創紀錄嘅水平，部分與此相關。北京近年重拳打擊跨境券商，例如富途、老虎，收緊銀行開戶審查，要求香港銀行同券商喺為大陸投資者開投資或者證券或者財富管理戶口嘅時候，必須確認客戶嘅資金來源係嚟自中國內地以外嘅合法渠道，而唔係直接或者間接從內地轉出嚟嘅資金。簡單講，就係要證明呢筆錢唔係走資，即係禁止大陸人用各種方法將資產轉移海外投資境外股票、基金等。核心目的係堵截資本外流。過往走資案例包括保險產品、海外資產、灰色渠道等。餐飲開店係近年嘅新變種。分析指，即使蝕本，戰略上值得，繞過管制將財富轉移至境外。過去幾十年，香港一直都係大陸走資海外嘅跳板。大陸有10幾億人口，淨係富人階層都有幾千萬，走資需求極大。有分析指，主要走資群體係富豪同企業家。胡潤2025年報告顯示，大陸高淨值家庭大約有206萬戶，但數量連續下降。部分富豪透過家族辦公室、離岸信託、海外置業、藝術品拍賣等將資金轉移。其中民營企業家佔比高，佢哋擔心國進民退、反腐擴大、共同富裕政策下資產被重新分配，其中可能就包括來港插旗嘅企業家。此外，仲有一個隱蔽群體都有強烈嘅走資需求，就係政府官員同權貴，佢哋嘅身家富可敵國，巨大收入本身就係非法途徑獲得，唔可以長期留喺大陸。一旦成為反腐目標，真係後果自負，因此必須透過走資呢一種形式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總結嚟講，蜜雪冰城呢類大陸連鎖店喺香港插旗有拔旗，唔係水土不服打包走人，而係一個戰略考量，損失少少短期利潤，資金成功踏出國門先係關鍵。香港只不過係一個中轉站，熱鬧只係一時，人去樓空先係永恆。好啦，今日嘅香港頭條就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大家可以 like、share 多啲留言，或者撳下個 Super Thanks，幫我哋一齊撐落去。我哋聽日見。